落極展開。由一隊馬開始發力，1號兩點先。接外角嘅5號開始踩好中間上嚟，3號3兩把手勢追過2號，3號擒過2號，有一個頭位優勢，8號3兩把手勢追過1號，8號響外角開始對緊上嚟，6號3兩把手勢追過8號，6號擒過8號，有一個頭位優勢，起分馬合離頭，6號逼外角嘅馬過咗頭，標直埋佢個位，接外角嘅2號開始踩好中間上嚟，8號喺外角左轉右搭殺到上第2位，直接一跟前領嘅6號，8號搞下過咗2號，6號拋連佢真係好嬌遠喎，8號跟眼冇力，俾6號掟啦，望住佢一集馬出嘅開槍冇發力，哇6號好似追咗魔啦咁喎，隨後嘅2號跟直接飆上前列位置，而家7號同2號23位置互調，7號雷霆埋分之後殺上前列，7號終點前一個隔過6號先過終點。